第25天，在等候與切慕中尋求神。以賽亞書26章8至9節。耶和華啊，我們等候你那審判的路徑，你的名字和稱號都是我們心裡所愛慕的。夜間我的心渴想你，我裡面的靈切切尋求你，因為你的審判臨到大地的時候，世上的居民就學會什麼是公義了。主啊，我哋渴望你喺我哋嘅生命入邊同我哋一齊。我哋喺白天黑夜帶住等候同埋渴望祈禱，求你教導我哋你嘅道路，加深我哋對你嘅信靠，並按照你嘅公義塑造我哋。阿門。